為咗紀念傳奇粵劇大師紅線女誕辰100週年，中國曲藝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舉辦咗一系列活動，同香港市民一齊緬懷紅線女嘅藝術人生。喺2025年9月13號，紅線女藝術印記圖片展喺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開幕剪彩儀式。出席主禮嘅嘉賓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、香港文聯副會長余超科、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林南、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林國輝、香港電台第5台台長李仁傑、香港文藝志願者協會副會長高寶玲、香港曲協會長周佩貞、紅線女藝術中心主任蒙貞、馬逢國議員都喺百忙之中出席參與。紀念活動嘅重頭戲就係座談會，多位關鍵嘉賓同主持人嘅對話中，分享咗佢哋對紅線女嘅印象、交往經歷同讚賞佢嘅藝術成就。我想問第一套電影阿輝哥同佢合作係幾時啊？大家知唔知道中聯公司有家春秋？就春同埋秋我都有份，咁秋嘅主角就係女姐。咁到後尾我就好突然地接到銀都，叫我上去拍李香君個女姐咧，好想拍到經典嘅電影咁。所以咧呢個係我一個好感恩而且好榮幸嘅事，就係女姐一套想保留落嚟嘅經典電影咧，竟然有我份。女姐喺呢套戲裏邊咧，其實佢就充分咁去體現咗佢嘅藝術表現，佢好用心咁將佢自己幾十年嘅一個心得咧，佢好希望透過電影保留低，其實係佢最登峰造極嘅時候嘅一個藝術嘅展演。喺紅線女藝術中心咧，當時我哋中心都係唯一一個以在世嘅藝術家藝名嚟命名嘅藝術中心，全國嘅係第一例。佢創辦嘅廣州紅豆粵劇團咧，亦都係喺佢嘅指導底下創作咗一啲現代戲啦、古裝戲同埋復排。佢同馬師曾先生嘅經典嘅馬紅流派作品。阿女姐咧係喺栽培小朋友嗰方面嘅培養咧係佢係好熱誠嘅。佢最後一次去到嗰個舞台指導廣東粵劇學校嘅嗰批小學生，咁第二日就係12月嘅8號，洪老師就離開咗我哋啦。洪老師自己生前有一句名言，叫做我嘅生命屬於藝術，我嘅藝術屬於人民。佢真係做到佢生命嘅最後一刻，即係工作，佢一直都冇離開過佢熱愛嘅粵劇事業。能夠真係識得馬師曾紅線女，甚至真係睇過佢哋舞台嘅表演嘅，就越嚟越少啦。所以好開心，亦都好感激今次大會嘅組織者，使到大家對呢個馬紅仲留低一個好好嘅記憶。所以我哋今日紀念佢咧，當然就係兩件事，一件就係全心全力不惜代價，佢周不時係蝕本做嘢㗎。所以紅線女呢一點好突出。第二點就係愛國啊！我睇過一篇文章，佢寫住烽火結奇緣，就原來咧紅線女就係喺廣州灣就遇上馬師曾。咁然後咧日本人其實點解馬師曾要翻廣州灣咧？因為日本人喺香港逼佢演出，佢唔演出就翻去內地。咁你媽媽當時咧就係未結婚嘅兩個就跟阿馬師曾咧就走去廣西。女姐係忠心愛國，忠於藝術。頭先大家講啦，195年佢最紅嗰陣時，無論係電影係喺粵劇，佢如日方中，佢突然間放棄一切，毅然放一切，回歸我哋嘅祖國。佢將呢個南國紅豆嘅粵劇文化藝術發揚光大。最記得嘅就係2013年嗰個年初一幫佢叫做開咗個小型音樂會啦。跟住夜晚佢打電話，年初二你都嚟，而家早啲嚟，我幫你食早餐。
食早餐嗰時候講嘅話，佢就話而家粵劇我哋要發揚光大。咁咧，佢話因為佢識得我爸爸㗎嚇，我爸爸幫佢以前，佢話你爸爸以前為粵劇做咗好多嘢，而家咧呢個責任咧喺你身上啦，你都要做多啲嘢，即係咁我記得嘅。紅線女老師，佢喺同我食早餐嘅時候，佢經常同我講：你要學做戲，首先要學做人。雖然呢句説話簡單，但係佢俾我好深刻嘅印象，一直咁帶領住我。喺戲行上啊，喺生活上啊，即係要做好自己。除咗分享同女姐嘅生活點滴，紅線女嘅入室弟子、紅腔傳承人郭鳳女、青年演員林詠詩及粵劇學生羅安瑤，更加喺座談會中翻唱女姐嘅名曲。我叫做妻。紅線女以跨越時代、獨樹一幟嘅唱腔，唱響時代精神。佢曲折而多姿嘅人生歷程，對藝術嘅執着，同對民族大義嘅堅守，令人敬仰。紅線女藝術印記圖片展出多個階段嘅珍貴圖片，包括粵劇世家、從藝經歷、電影同戲劇嘅經典作品、家庭與兒女生活點滴、藝術傳承同文化活動，最後仲帶大家參觀位於廣州華僑新村，一路陪伴佢走過風雨人生嘅舊居。